么是信仰？一个真要紧的根本，就是所有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、会友，无管是初信的，还是已经滚了地人的信主，一项搁一摆回归，就是我较无上帝话赢过一切，永远保持一个心，保持一点的心意，就是永远知影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人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人，人就是人，我不是上帝。主嘛要因为咱的信心，伊会感动，也因为伊的感动，互主搁一摆伫这中间行出一个咱前所未看、毋捌听到迄种的神迹技术。三甲来看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几日后，耶稣搁去迦百农，有消息传讲，伊伫厝内，就真侪人聚集活来，所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侪。袂当扛去到耶稣的面前，伊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伫议论：这个人哪会安尼讲？伊伫亵渎上帝，独一的上帝以外。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，因安尼伫议论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内心伫质问这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，也是讲起来，拿你的床铺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。不过我要互恁知，恁主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。我甲你讲，起来，拿你的床铺转去恁兜。伊就起来，随时拿伊的床铺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就大着惊，规英光互上帝讲，万众到达，毋捌看见即款代志。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大家平安。4本的福音书，马太有28章，马可有16章。路加有24章，约翰有21章。伫这经节的中间，咧记录一项的事实，就是耶稣伊的出世甲伊的生平，特别是讲过话所行的代志。这是对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这学生因安怎来见证，伫3年的中间，因怎样来领受。当耶稣伫加利利海对彼得、安德烈因这人讲来缀我；当耶稣伫向官甲利未、马太讲来缀我。耶稣召集12个学生，所以这4本的福音书就真要紧，就是阮军队这个主，阮将伊所行、所做、所讲的话，拢甲记录起来。伫遮因拢共同一个真特别的体会，就是耶稣所讲的福音，果然是目睭毋捌看见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心嘛未捌想到。福音就是上帝遐来的事，上帝遐来的路，上帝遐来的行做。毋是咱的心、咱的智慧会上体会，所以救赎一个真要紧的意义甲价值，就是不在伫人所累积一切智慧、才情、能力甲经验。救赎只有完全对上帝遐来，伊所要做成的工，伊要所完成的。所以当保罗讲一句话讲，犹太人爱信者，希腊人爱智慧，当时我独传扬耶稣基督伊的12架4甲9啊。并毋是保罗肯定遐伊所累积的，伊本身嘛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伊本身嘛是加玛列门下一个真优秀的学者信徒，伊本身嘛是经验上帝迄道理中间的深处，总是经验一项。确实对上帝遐来是人毋捌想到的，这是上帝为人所备办。伊讲这是奥妙。咱今日读这段圣经，那对真侪基督徒来讲，这段圣经是有够熟。马可正到第2章，马可用上简单、上简单的记录方式，将耶稣传道理的生平改做一个记录。伊无讲到伊的出世，总是只真紧就讲耶稣伊开始传道理。
对伫即4位也是12位军队里耶稣身躯边学生，特别是即4位，当耶稣招因活来时，因一路已经经验一项：上帝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确实咧拍开阮的目睭。当耶稣伫加百农伫安息日赶出一个互鬼附身的人，因经验一项：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事？这是什么新的道理？伊用官兵吩咐这邪神，连邪神嘛听懂伊。对彼得来讲，耶稣竟然到阮兜。我迄个看到一边的场倒伫遐无法度出来。平常一个足活动的妇人人，今仔日人起来，伊无法度出来。我想对迄个场来讲，心肝头嘛真艰苦，总是无拍算。我的先生，我的老师，这位主，伊竟然无嫌进一粒物，进一泪色，伊牵我的丈手起来，我的丈节就退啦，起来服侍众人。或这妇人人，伊免除迄款的见笑，会当人起来的时，会当好好尽伊的本分。我的老师哪会遮尔温柔？当众人知耶稣赶出邪神的时候，众人拢为我来。耶稣嘛医治真侪人，总是伫迄天的透早，因起来看无耶稣，因为耶稣伊家己一个去甲旷野来祈祷。迄一步对学生来讲，嘛是真要紧的一步。耶稣透早起来，伊到旷野来祈祷。当因甲讲众人拢来找你的时阵，无拍算主耶稣讲，咱来个别个乡下吧。我来是为了这个来。伊无伫遐入伫讲众人拢来啊，我紧我来，佫一摆来表达，总是讲我来是为着什么？耶稣清楚，伊来为着什么？伊要去到什么所在？伊无受到限制，伊到逐所在拢是传道理。彼得继续咧对，伊看到一项互因大条件的事，有一个麻风病人，有一个麻风病人主动徛我来。各位犹太人的麻风病人唔敢主动徛我来，因被训练，你着爱闪，着爱避，或者你也袂好。但是犹太人有真清楚的律法，爱照顾这个患难中的人，所以因会当得到饱，无问题。总是你若看到人，你爱闪，你爱避。风若对这边来，你袂使徛伫风头。总是无拍算，伊看一个麻风病人，竟然见面徛我来。伊将仁慈的心，耶稣仁慈的心，或一个麻风病人竟然有迄个勇气行我来。互彼得搁较无法度想到什么？耶稣伸手望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信主真久啊，咱嘛拢伫真有历史的教会聚会。教会代志咱经验足多，总是求上帝帮助咱。每一工每一项事，拢有主的一面；每一项每一项事，拢有主的话；每一项每一个面，拢有上帝意思。咱逐日拢是甲这位永活的上帝活活来相拄，毋是拄伫过去。今仔日要有神奇的事。所以对着彼得来讲，对着学生来讲，看见耶稣伸手甲伊望，讲我肯你清气啦。总是伊嘛有交代这麻风病人，你清气啊，你照礼数去互祭司验，你会当回归到你正常的社会生活。总是莫共讲什么，总是无拍算。这个麻风病人出去拢袂调，伊就到处去宣扬，逼到耶稣无法度明明入城，伊只有伫旷野的所在，人就对四方来。这是马可福音第1章。进入到第2章，就是咱今日所读的。今日牧师嘛是咱用这段圣经，甲咱来分享，咱来信仰生活，咱的教会生活。我要甲咱分享，至少有3项事，咱定心过来思考吧。耶稣过一摆，过几工了后，耶稣过入加百农，人听见伫厝里，侪人就聚集我来，甚至伫门口嘛拢无位。耶稣就对因讲道。耶稣过几日，无几日，伊过入伫加百农。你会当看去讲，咱的主上帝永远拢是主动，伊行东往西，拢出伫伊家己的意思。牧师讲即句的意思是甚么？有真个时阵，咱真爱照咱的意思，牵咱的上帝行。咱真爱将上帝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对着咱的喜乐，对着咱的欢喜哀伤，对着咱即时的需要，咱将信仰锁伫咱家己的世界，
总是咱的主不在中间，毋是主无伫遮，是主不在伫咱所牵连的。咱真个时阵嘛，足爱将教会的生活、将咱的团契生活，拢牵连伫咱的生命的内面，然后用咱的爱甲无爱来讲起伊的好甲毋好。总是你看，过无几日，本来耶稣无法度明明入城，总是今仔日伊搁入迦百农的所在。主耶稣伊搁入来，而且互人看见这段圣经有一件足要紧的，就是咱毋通偏离信仰的中心甲重点。主耶稣做伊应该做，行伊应该行的，所以各位兄弟妹，互主做主，做伊应该做，行伊用所应该行的，不在伫你安怎甲伊界定。不过今日这个所在有一件足要紧的事，圣经安怎写？讲门口无位，而且有讲一句话：主就对因公道，公道。主就对因公道。各位兄弟妹，这段圣经无写耶稣讲什么，总是这段圣经有一个足要紧的焦点。主就过几日入迦百农，到一个人的厝内，然后伫厝内所安做什么？主对因公道。兄弟妹，圣经无写内容，总是圣经定定提起一句话：胃空通听的就听。伫今日的生活中间，主对咱公道。圣经的话要对咱讲，上帝话要对咱表明。伫教会中间，什么第一要紧？所有的事拢真要紧，当时有一项，特别咱长老教会，为什么咱会将讲台放伫中？这是真要紧的精神，就是咱搁一摆回归伫所有的一切，阮静静来听。真侪时阵会当这个讲台会顶面刻4字，请你耳听，请耳以听。主耶稣讲道，主耶稣逐工要更新来做起造的工作。耶稣的话所带来是创造，创造就是互咱的生活更新，搁恢复迄个特殊，恢复迄项的水甲圆满。上帝话要带来特殊，上帝话要带来圆满，上帝话带来启发。上帝话搁一摆，互咱青面目睭会当看见，摆骹会当定心来行。上帝话要带来教训，互咱听到上帝真理，互咱的心来归正。上帝话要带来督责，互咱搁一摆面对上帝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家己责备家己。上帝话嘛带来安慰，上帝话带来上帝无限的鼓舞，上帝话互咱回归来试正。所以，什么是咱信仰生活的真要紧的焦点？什么是咱教会所有的活动的焦点？就是搁一摆互上帝话，成做咱生命的中心。圣神，咱定讲追求圣神。有足多时阵，咱当追求向前，放伫咱家己的感觉，被圣灵充满了，好有能力。上帝的圣神对头靠安尼敢若甲电着共款，各位真好。总是圣神来第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？耶稣讲：“我去，圣神要来，真理的灵要来，要互恁明白真理。”所以咱是要甲真理相拄，也伫真理相拄的中间，圣神要做工，互咱自由，互咱平安，互咱能尽力到伫完全的所在。所以这是咱的心、咱的健康、咱的陪伴。所以耶稣搁入迦百农，咱俩讲哇，伫遐搁医病，伫遐搁互这半身不遂的人得到医好，当是焦点伫倒位？就是遐今仔日无记载内容，但是有一个真要紧，耶稣伫遐讲道。马太福音记载，提派耶稣伫传道理、传福音，伫中间有2项物件是平行的，是平凡的，是交整的，是圆满的。一项是什么？除了我以外，恁无拯救，十字架救恩。毋过，搁一项真平凡是什么？凡若我假是恁的，就假是因手，都是用上帝话会当伫咱生命中所有的层面，拢对咱讲话。咱活伫上帝真理的内面。所以今日这个故事，互半身不遂的人得到医好，咱将焦点如果干那放伫后壁，咱忽略中间一个真要紧，什么是咱长老教会上要紧的根本？什么是信仰一个真要紧的根本？就是所有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、会友，无管是初信的，还是已经滚了地人的信主，一项搁一摆回归，就是我较无上帝话赢过一切。
有时咱定讲教会真无用，但是咱无用，只有是爱活动甲事工，一遮尔水的代志中间，毋是伫活动事工内底，是逐日的生活内面，我主神看主，我听主。啊，佫会记路加有记载一真出名的故事，马大马利亚这对姊妹啊，一接来耶稣的时，耶稣甲马大讲一句话：马大啊，马大，你为着做这样事，你忙乱心忙，总是袂当无的救一项。你的小妹玛利亚经到上好的福分。什么是经到上好的福分？玛利亚经伫耶稣的脚头前，静静听耶稣讲话。好，兄弟姊妹，而且咱无要分什么人是马大，什么人是玛利亚，什么款的工课叫做马大，什么款的石头叫做玛利亚，要紧是咱的心境。所以今日伫这个故事的焦点是什么？耶稣伫遐讲道，有听到无？感谢主，马可无写，互咱一个真大的想象空间，敢毋是？这是第一项无需要甲咱分享的。咱的主是道理的主，讲道的主，咱的生命焦点是这。第二项，咱教会总是有足多团契甲小组，咱教会总是有真多组织，总是中间有一项足大的点是什么？伫今仔日，互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，有4人加1个人，5人小组，5人团契，因一只互耶稣感动的故事。各位，咱嘛会感动着耶稣呢？其实圣经内面记载真侪人去感动着耶稣。今日咱看到这4加1的这团契，也是小组。其实这段故事，伫耶稣还未医治以前。这进前有一段，咱毋知的故事无写伫遮。总是这段故事，今日有4个人会跟1个人，甚至甲勇敢共拆厝顶。我想因已经有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就是koinonia团契。因一定有一个真水的生命的交陪。这要是咱今仔日伫生活中间真要紧的，伫教会生活真要紧的。咱组织做伙是甚物？是来起造伫主的内面迄种生命的三交陪。伫遐，互咱经验，伫咱彼此的中间，腰你互我食，喙焦你互我啉，汤摕你互我3千，我落日干你来看我，所以会当来了解，今日这4个人会跟1个人来，好像因的信心毋是一时的，因毋是一时，因应该是常常的斗阵，彼此的鼓励，互这个人没有放弃，无管你的性命，无管你的家庭。无管你婚姻的关系到什么情形，无管你背景的关系到什么情形，总是伊得到这4个人在边伫甲鼓舞、甲加油，所以伊有愿存到迄个生存落去的勇气。望，信心所带来望，这是因4个人、搁1个人、5个人的团结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勇气毋是一时的。今日这毋是一时的冲动，这是在因古长因伫信仰内面所栽培的革命情感。换一句话讲，今日咱需要有共同的代祷，彼此的联系。这个半心不遂的人，伊敢今仔日第一遍听去耶稣，我相信一项，伊是第一遍面对面看到耶稣。因为伊实在无方便啦，伊根本无法度行路，都要用光的，实在是无方便。但是伊绝对毋是第一遍听到耶稣。耶稣的故事对倒来，耶稣的道理对倒来，是什么人会当互伊得到这大勇气？当4个人讲我跟你来去的时阵，伊马上会当斗阵来行。我想一真要紧，就是伫久长长以来，伫4位好朋友。将伊所领受的道理，甲这位倒伫床里无法度顶当的人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传福音？传福音毋是来到礼拜堂听报道会才是传福音，也是咱办一摆报道会才是传福音。当他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因咧讲什么？毋是你兄我弟，毋是干那这的物件。我相信伊一定甲伊分享。
主耶稣医好麻风病人的故事，嘛甲伊分享耶稣伫安息日赶出一个鬼附身的人，嘛分享伫规城的人、规甲必龙的人有偌侪人伊得到医治。搁较要紧有分享耶稣甲因讲的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日咱真需要，伫咱的信仰、教会生活中间，咱伫主的内面，咱连结，诚做即款属灵的团契，诚做即种伫主的内面会当分享着上帝伊的甘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多话就多，咱讲足多话，总是咱讲的话是对倒伊来。出伫甲上帝交陪，伫主所领受吧。有偌侪父母会转去甲因囝讲，我今日听到牧师讲即句话足好诶，我甲你分享。有偌侪人去甲公司会甲人相甲分享，伫你最近所读诶圣经、所听诶道理。较早我伫淡水牧会，前后12年、12年，淡水边仔有真侪大学。虽然有真侪大学无拄拄，大家真侪学生会来，总是慢慢。足侪学生陆续来到教会听道理。每一礼拜伫做礼拜中间，30岁以下的青年、青少年，差不多占教会1/4、1/3，有百几个伫遐。伫中间至少有60、70个、7、80个是无都有。以前拢毋捌去过教会，报人问我牧师你安怎去招因来？无啦，我无去招呢，拢是这同学家己去招来。因来到教会，我毋是甲伊办拍落去，也毋是甲伊办什么活动，互因来。因来到教会只有一项，来听圣经的道理。我较简单讲，来听牧师讲道吧。Focus， 什么是咱的焦点？所以真侪人去招伊的同学，咱来听圣经，听牧师讲道。我真感动的一项，就是因经过一站道的洗礼，伫洗礼迄一天，因过去邀请管理团，包括伊的亲人甲朋友，特别伊的同学，一个去招4、5个来听。所以阮若到洗礼迄一天，人特别多，伫特别多了后，过长礼拜来听的4、5个、5、6个，大概有2、3个，因全继续佫留来。各位兄弟姊妹。这个人，甚至互因勇敢，今仔日看到门口无位，因只有勇敢来踢厝顶。我想也真要紧，就是因迄种感情，因迄种伫主内面的团契，因相信因今仔日因已经拍算好势啊。当机会来的时阵，因绝对无放弃。耶稣佫转来加比隆啊！现在耶稣离开加比隆已经3礼拜、5礼拜，今日听到耶稣佫入来加比隆的时阵，因就讲机会来，咱就爱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家问教会是甚么，咱有什么话通讲？人家问牧师是什么人，咱有什么话通讲？总是这个人，因听去耶稣佫入到加比隆，佫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因心就随时把握这个机会，无人会当阻挡。伊嘛勇敢承担要共踢厝顶，因为踢了就佫共斗倒转去。总是今仔日因一下勇敢来做，无人会当阻挡伊。你勇敢来承担，因为认为除了伊以外，我无拯救。各位，为啥时咱传道理，咱甲人相甲分享，纠纠过过，惊惊吓吓，总是今仔日咱所把的是安尼。有偌济父母勇敢甲伊的囝儿讲道理，讲起耶稣基督福音。甚至嘛有爸母捌安尼讲，莫甲拍生囝啦！恁囝呢，今日也无爱去读册哦。你别讲，莫甲拍生囝，爱读就互伊去读，不爱读就莫读。你有可能做即款代志无？爱食就食，毋食就歹食。总是呐，听就听，信道理，爱听就听，毋听你莫甲勉强。将来无人会当勉强一个人做讲师。总是你要将你上好上爱，你有话甲人分享，这是上要紧。所以家庭嘛是团契，团契嘛是团契。咱伫遐三甲来讲起，主耶稣伊的荣光甲伊的美妙，要紧是要讲道理用听，是讲这个道理伫我生命中我得到什么？迦纳婚姻的宴下，伊本来嘛无按算，总是讲伊做啦，将水变做酒。
今日这样代志，因为无按算，总是讲过一句话：你的罪赦啦。人来到上帝面前，信心互咱的罪得到赦免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伊感动了耶稣，互耶稣特别讲一句话：信来得到罪赦免。圣经写讲少年人啊，你的罪赦啦。我毋知，总是我相信倒伫床铺迄个少年人半身不遂，当伊听这句话，有可能伊的目屎流来。到底伊的心内甲过去生活有啥物故事，我毋知。到底有啥物解，我毋知。总是今仔日，伊看见这位慈悲的主，甲伊讲：你的罪赦啦。伊生命所有的担都拢放落。要紧毋是后壁迄段，总是迄段是连做伙的。耶稣医治伊，耶稣医治伊是大成赦免伊的罪，才互伊爬起来行。所以各位，医病的信者，毋是干那迄个医病迄点。所以，咱着真斟酌、真细腻，信心所带来赦免，带来甲主三角的互动，然后后壁迄位所有人讲的信者就来发生，耶稣叫伊起来行。今日主耶稣犹原看到咱带着信心来到伊面前的时，你的罪赦啦。这个故事要写伫咱的家庭，嘛会当写伫咱的婚姻。嘛会当写伫咱家己捌行过一无是处的过去。这是第二项，牧师要甲咱分享。第三项真特别，伫这样过程的中间，当耶稣讲你的罪赦啦，马上边仔都有人议论纷纷。圣经特别写，因是文士、经学士、新翻本或者经学教师，就是对圣经、对摩西界面非常的熟的人，因心内的议论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足趣味的哦，是心内的议论。心内议论的代志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人会知啊。总是主知影。有即个时阵，咱连讲出来吼，拗念10念吼，念伫遮，念伫背后，念伫开会以后，念伫恁兜讲教会代志，拢毋伫正面讲，拢讲伫恁兜，讲伫你的朋友的中间，也是咱心肝底咧念。当今仔日，这个嘛是真水上帝路步的人。特别牧师请咱注意，就是耶稣并无轻视这个经学教师。因为这个经学教师嘛是真用心在追求的人，但是今仔日值得咱学习的一项就是，主捌一摆讲过，恁的义就要赢过法利赛人的义，赢过毋是比因较牛，是会当有一项存一项心，是超过因的心境，超过因所想象的世界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会得到这款的经验甲观念。诚做咱真大的帮助，总是有时嘛拄到真大的限制。特别咱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宣告已经157档。咱真感觉真安慰，阮是长老教会，是台湾上大的教派，嘛是历史上久的一个教派。157档有真水的传承。咱太平间教嘛有幸伫这157档的中间，咱是行伫头前前3名，前2名。总是伫久长的体会甲了解中间，有时嘛，诚做咱一种经验中间所带来界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看这段故事帮助咱搁一项，永远保持一个心，保持一点的心意，就是永远知影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人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人，人就是人，我毋是上帝。永远保留一项。咱毋是完全，咱毋是逐项拢会当把握好势，所以保罗讲一句话：我无掠家己已经完全，我无掠家己已经完全。我只有一项事，就是袂记背后，努力头前，按上帝所采标来跑走。是我无掠，我即摆已经拢会当把握。有时咱一句话讲：啊，长老教会我哪毋知？第3代安尼，我知。太平间教会，阮也毋知，阮阿公的时代，阮就伫遮呢。我嘛知，圣经我嘛知影，讲这篇道理，我嘛听第几遍。
总是伫永远保守一项，我是人。所以这一步对彼得来讲，拍开因的眼界，伫因的心目中，经学师是很所尊敬的一人。这个文士、这个法利赛人是因所尊敬的，但是因只学习一项，无论什么人，咱的心永远拢谦卑，向上帝真理拍开。下1点钟、10点的礼拜，牧师要搁进一步来跟咱分享一项。其实，伫耶稣传道理的中间，对耶稣的道理、耶稣的所做，有质问、有疑问、有怀疑、有讨论、有反对的，拢毋是遐个会外的人，也毋是遐其他的人，拢是法利赛人、经学师甲祭司。你看足奇怪，会反对耶稣是什么人？就是神学家、牧师、中职。今日耶稣来徛伫遮，检菜会友听了，讲了真好。可能咱若对圣经较熟的人讲，no no no， 迄旧约的传承毋是安尼讲的，哇，后壁的故事嘛，佫足济。总之，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，就是咱的心向上帝拍开。上帝不在伫咱已经定着认知的范围的中间。上帝今仔日要行伊所行的大事。超出咱所想象，所以咱毋是甲上帝界定伫咱所了解。所以今仔日因讲一句话，因心肝头议论什么？什么人有迄个官兵下罪？这句话对毋对？对。但是因毋捌，徛伫因头前的就是上帝。所以主要所用一个足简单的逻辑。我问啊，若讲你的罪写较紧讲，还是命令迄个人举你的袍啊起来行？若用逻辑来讲，当然讲你的罪写了较紧讲啊。所以耶稣甲伊另下结连做法，罪得到赦免，就是无搁倒伫过去迄个床铺，行一条上帝所要安排互你新的路吧。所以耶稣甲迄个伫行监狱中受掠的妇人人，咱拢会记得迄段故事。后来遐个人摕石头的人，要怎石头拢献上，一个一个离开。你知影耶稣甲妇人人讲什么？有人定你的罪无？无。安尼我嘛无定你的罪。后壁佫一句，以后无佫行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吩咐你起来行。摕你的床铺，摕你的袍啊倒转去，迄个人随时连边就起来，随时摕落家己的袍啊。以前是互袍啊，当今仔伊是举迄个袍啊出去。迄个袍啊要诚做个见证，前我青面当得就看见。伊当正人的面就行出去。我相信这一步对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是足深的印象。因只经验我的主果然是国真国活的上帝。所以今日牧师3句话甲咱讲：第一句话，互主做主，伊是公道的主；第二句话，主嘛要因为咱的信心，伊会感动，也因为伊的感动，互主搁一摆伫这中间行出一个。咱前所无看、毋捌听到迄种的新约技术，所以新约技术毋是伫就要参加什么特会才有新约技术，要发生伫你的家庭、伫你的公司、伫你的厝边、伫你的亲戚朋友的中间。这5个人的小组，因激发一个人的信心，耶稣吸引因今日来感动的主。第3句话，咱的主。是亲身做主，伊要行伊家己本身定着的旨意。虽然逐摆用主的祈祷文祈祷的时，耶稣是安尼讲，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：你的旨意伫正，你的国临到。当讲你的旨意伫正，你的国临到的时，主耶稣所讲的意思，毋是将来，是即时，人甲主三甲逐夜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主是点光咱人生的梦想。
所以愿上帝祝福咱太平间教会，是一个基督做主、听讲道的教会。第三个连结结连信心来感动咱的主，互主行信者的教会。第三是咱永远拍开咱的心，咱知咱的主要行伊家己的代志，不在伫咱的经验的范围中间。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愿你搁一摆对阮讲话，互阮明白你水的意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